時間梗係過得快啦，特別係年齡越大就越快。喂，真係嘅呢個嘢。嗱，呢度有個秒錶，我就唔睇喺心入面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到咗2分鐘你叫我停，好唔 OK 啊？然之後我咧報俾你聽，我數到幾多秒，明唔明啊？好啊，1、2、3，開始，停。98啦，我數到98，但係實際上時間已經過咗120秒。意思咧就係話喺我嘅感知入面咧，我覺得係過咗98秒嘅啫，但係時間已經飛逝啦。所以話咧，可能年齡越大咧，嗰個時間就會過得越快，知唔知啊？嗱，你睇下呢邊有一個實驗嘅，曾經咧就有233個人咧就做過試驗嘅。咁第一組咧平均22歲，第二組就係30幾歲，第三組就老啲啦，成60歲嘅。咁叫佢哋好似我頭先咁數120秒，結果出嚟咧就係低齡組咧差唔多120秒，都比較準嘅。中間嗰組好似我哋喺中坑咁咧，96秒，我頭先係98秒，咁都幾準啦。咁而老年組咧就係86秒，即係佢自己覺得過咗86秒，即實際上已經過咗120秒啦。唔係話大家錯覺，係真係年齡越大咧，就會覺得嗰啲時間咧好唔襟使。但係你細個嗰陣咧，就會覺得啲時間好漫長。哇，仲有1個鐘去食飯啊！咁1個鐘等嚟等去都等唔到係咪？嗱，仲有嘅，嗱，你過嚟睇下咧，有一個記憶密度假說，即係話咧，年輕人咧好多時候都要面對首次事件。面對首次事件嘅話，咁即係每一次經歷，你都會覺得嗰樣嘢好新鮮，會俾你帶嚟一種冒險、一種經歷。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比較年長嘅人咧，好多嘢你都睇透晒，知道佢後面會點，唔會有嗰個新嘅體驗啊！即係你唔會對佢有期待啊！咁你就對嗰個時間感知可能差啲。嗱，我最後咧落一個我自己嘅理解咧，人咧即係出世咧就要開始認知呢個世界。我哋細個嗰陣咧，嗰個身體係會好主動咁分泌多巴胺激勵我哋去學習。然之後我哋學習嘅過程咧，就好似頭先我所講嘅，未經歷過嘅、未體驗過嘅，都係一次全新好浪漫嘅冒險嚟噶嘛。呢埲牆係咪白色嘅？係啊。嗱，你即係睇住佢，你會覺得屌做乜係佛奇一個？即係你唔會對佢冇期待啊！你睇住呢幅牆嘅時候，你有冇經歷感啊？冇啊嘛！如果俾着係一個小朋友，佢對住呢幅牆，佢話：呢度有一點喎，哇，好似蟲仔喎，係咪先？然之後佢摸下佢，又刮下佢，點解幅牆咁嘅咧？咁啲小朋友可能會話：哇，有個影啊喺度。係啊，兔仔啊嗰啲咁。小朋友會中意探索啲新嘅嘢，甚至有啲過分，可能你諗下先。咁唔講笑啦，即係我嘅意思係，對於小朋友嚟講，佢係經歷感同時間嘅感知係同一樣嘢嚟嘅。一個人點解心境年輕咧？你一定要多啲去接觸同埋想像。我之前去博物館最大嘅一個感受就係，我見到南越王墓啊，秦漢時期嗰啲爛缸瓦啊嘛，好多人都經過走啊，但係咧佢整出嚟咧，佢係俾你摸噶嘛。哇！你一摸個感覺真係嗰種感覺啊，真係即係叫做係你好似真係去咗秦漢嗰陣，感受到當時嗰啲嘢。之前啊，我屋企舊我要拆嘅，咁好唔捨得噶嘛，我都攞咗屋企幾塊缸瓦同埋半邊門翻嚟嘅。因為我細個嘅時候，我就係摸呢啲缸瓦，摸呢啲門啊，懷念童年嘅時候，我都想摸翻佢。呢啲嘢就係經歷感咯。時間嘅感知啊，同埋你自己嘅嗰個精力係相關嘅。你捱夜嘅話，你係磨下就突然間磨到4點，你自己係唔覺嘅，知唔知啊？嗱，譬如話你係12點開始捱夜，12點捱到4點咧，好快就冇嘅啲時間。因為你嗰段時間你精力係最差，咁所以其實好唔抵啊，即係好傻啊！呢樣嘢係反翻轉頭，如果你嗰日作息好好嘅話，精力好好嘅話，1個鐘啊，你都可以好襟計嘅，知唔知啊？咁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咧，就係休息得好好，15分鐘做一件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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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最後就4個15分鐘，就真係做咗4件事出嚟。如果我食完飯之後昏昏沉沉，你係真係昏昏沉沉，你不如瞓咗覺好過。瞓醒覺咁，你自然精力百倍，你做多啲嘢，其實即係等於嗰個時間慢咗落嚟啦。